14差唔多係小學3、4年生，咁還記得佢當時路體做對位乜嘅呢？馬有福伊嘅童年同我哋差天共地，14家下一路已經加入嘅游擊隊係幼童軍，同陸家人分開嘅離開嘅家鄉緬甸，比鄰比韓國嘅補充喺三亞當中打仗。13世紀年，伊喺聯合國的安排下，由國民政府安置喺羅農海順。睇石頭以外嘅河床地上建業擔，也係馬有福13年嘅故事，係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對緬甸、泰國、寮國邊界一個金三角地區，來到高雄羅農海河床地方求生存嘅故事。寮國機場的照片。然後我們在屏東機場下飛機的時候，老照片。第幾家有機農園公寮的保養下，差唔多70歲嘅馬有福，竟然見看頭擺嘅老相片，農事途後一下子就問起50年前的事情。一條相片唔但講講馬有福一個人的故事，還可以記用是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。對緬甸、寮國、泰國建推到來台灣，第一人生路北所嘅所在多年的野故。我民國47年以前是在中國大陸，在中國大陸是在人民公社裡面，在人民公社裡面也受不了那種苦的日子，所以就逃亡到緬甸。到了緬甸以後，為了生存，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為了要生存下去，所以只有跟到部隊走，跟到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。調調嘅面孔看起來熱結結的，相片上嘅馬有福還係一下土，照理講還係天天長粗，長14天天，伊就離開家鄉雲南，去到遠遠嘅所在，無同陸家人共下。必定比韓國國嘅補充嘅，同鐵軍第三亞度方上戰打到半晌死。到49年底的時候，因為發生戰亂，從緬甸上緬甸就一直打仗了，跟緬甸的政府打，緬甸的緬共打，還有中共那邊鎮壓緬甸的跟中共打，這輪打來打去，一邊打一邊退，一邊打一邊退。緊打緊退，當時嘅雲南反共救國軍歸路為對寮國推到泰國。民國50年，喺聯合國嘅特殊下來到台灣，安置喺羅農海嘅沙港地方，分別係高雄閩農嘅成功同金鐘，還加屏東離港嘅新國同天演四雜村內。在天年路講，一條係滇緬四村。就回台灣是坐C119的以前的那個運輸機，回到屏東機場下飛機以後，政府就安排給我們在這個老龍溪這一帶，這個就目前所看到這種狀況，就是當初我們安置的這個地貌是這樣子。羅農海不農處嘅方言來講，係太麻麻嘅河壩水。一對玉山打下來，太太細細嘅石頭，順帶羅農海對地太湖上下。沙港地方，伊那嘢就係石頭以外，經行一鋪路外貴生意，行家也就係一條滇緬義胞，嗰時來到台灣落腳嘅所在，咪係馬有福，一路卡人完成裡面嘅土地。你看這些石頭。一個個要拿起來以後，下面又變成沙石，一個讓它掏，再挖，要挖一個，這邊有一個坑洞，不是那麼容易的，不知道流了多少那個血汗在裡面。草又長，山沙又多，那個呢又石頭個太亮，這都冇人有可行，可惜呢，真係那個松係又冇啦哈，松米龍又冇，哎呀，因為我呢。伊冇水利設置，你把個設置都冇上太石頭，安尼些所在，但是呢，唔係真正
有了解过后啊，像你咧讲啊，烟雾那去，所个尾上讲唔免量体啦，防体啦，不愿去黑哎。来到鹿农海亚多年嘞，唔但只爱伫沙港天空开田耕种，就连黑也系黑啲几多叶沙条红。以前是除了家门都没有都是石头，把那个石头就紧过来以后当成围篱，我们就把它砌起来啊。一家之间，每一家的那个间隔的地方也是都用石墙把它当围篱界限。马有福讲，就算你哋过到几件事，不过做得同爸爸低聊过再高上见面，同妈妈伫泰国团圆。一路卡年做得降低是个平台业务嘅度风，而算系几好彩嘅。不过讲起好彩，你哋其实过到几辛苦，唔单止太年苦，老人家3年内路几苦。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家还有一个快2分地的农田还没开垦，我爸爸自己要开垦嘛，也没钱请工人啊，就带着我去。小时候他就叫你捡石头啊，我还记得当时的那个饲料袋啊，养猪的饲料袋是比我还高啊，然后装了2筐那个石头，我就抬不动了，我还因为我很瘦小。我爸说啊，你这种没用，一个男孩子这样。人家有种地瓜的时候，有时候有一些偷人家的那地瓜吃的也有，啊，这些啊。还有真的没办法生活下去的，那个自备不好的，米粮吃光了要灭了吃的，啊，有的饿了以后，都相互的那个厂查有，还有把老婆给他的那个讲不好听就卖出去了。5百天当个生存啊，其实根本无法度生存，咁我多时候闸门苦。野眼的时候，糖多多有人讲吼，都一只有咧牙未生发过唔下去吼，用农药跟生意关系就出来再连农药跟生意强下死啊！沙港天后做唔上马嘅来讲你哋，去伊多年行到西门切路，第安年嘅蔬菜爱开田来种作，已经规模乃好诶。行爱同做住啲老农海开田开业89年嘅行年，行过好多年来对列。呢当时对，比如讲，包括美容的行业，甚至理工的好多人来讲，都会讲讲，牛也到每些人嘛吼，每些牛伊来落也只米吼，唔是像俺哋头摆祖先，我落也只开垦，那有天来好讲，那种的都是。美容业谈到讲啊，我们有一个医保啊，男士相当有10号、10号，嗰度有安排田口，脂肪病还有财产病，那是也有一种。快米炎呀、风臭炎，也有一种不满啊。我们这边也有防卫队组成，所以说他们收拾来了，白天也没办法跟我们这边对抗了。我们这边打过游击的，很激烈的。回想起来，其实是一个误会，对不对？对，完全是一种误会了。他说他的，我说我的，那我就扯不清了。这都是石头砌的，这就是当初我们在开垦的时候，都是。地里面的石头就捡出来，然后就堆在地边上做成田埂。人讲做马嘅爱有天时、地利同人和，不过马有福冇办法。就算安尼，总共1年田工就1年暗，你今年逢天见来见有皮肤呢。自细就出外种读书，一直到8年前，将回到鹿卡嘅马镇总主讲。实际讲中过后，伊将天天内对做田西动中认识也爸爸，没了解到爸爸有几辛苦诶。是因为我回来这边，我才慢慢认识这里。虽然我是这边长大、这边出生，可是实际上我不在这边长大，所以说我对这里并不是，其实上我并不是很认识。我是回来这边这几年，其实我从98年2月开始回来，所以将近8年的时间。所以我慢慢认识这里，认识我的父亲，认识这里的环境，认识这里人事物。你看，光是堆这些石头，你看要捡这些石头，再把它堆砌在那多么辛苦的事情啊！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在上面，你看很轻松的走路。看那过去，伊那也强悠悠的，莫讲无人心，也得为是杀工体。也下也是马有福同大爷强下经营的有机农业。马镇总共已有也下卫生节，以归感恩玫瑰的后下。这要感恩媳妇啊！
只能就是好好珍惜这块土地啊。这个先辈他们努力这样耕耘出来的这么现成的土地，我们当然更要去爱护它，而不是去破坏它。如果说继续破坏，那我们连耕作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好嘅田球真根本人做咩睇咧？行啲先前开嘅田球荒，马玉福行啲轨道嘅沙条荒，随时就鸟起一个睇沙头，困难思乡，无奈何为讲。规模简单，过夜3年，将轨道梯又过皮到位，才认真行二推，唔伫好下，更加又将头摆用嘅乃旧沙头，看到伊心肝归痛。大概民国80年左右，土地放领了，放领以后，这个我们后一代的不珍惜，这个老一辈这样的苦出来给我们的这个以后，后一代就拿着这个土地啊去贷款啊，去借款，甚至是跟人家外面的这个交流，就把这个土地啊去作为一个变相的去应用，应用以后，有了这个沙石。他们就把那个沙石又回填到这边来了。我们这边的采石，因为这边叫黑金，这边石头为什么贵？比起其他石头不一样，因为这边硬度贵，硬度够。当然第2代、第3代利益重力下，他不善于做农，他等要经商要做什么？但由于北资金在重力应用下，会造成这个就是给业者把它挖成这大峡谷。就会认真落农海北片的沙头归啱，係一定咱們建築材料。店面2包的天然推就跟正好的铁买铁的，所以一条铁本人可以从坡度，有条本人也多沉洞洞的液态湖，有条的本人屯的对外提追来而无爱的沙沙的，还对到像山岸高，安身立命的家园变做人多垃圾东西的所在，看到安样一条店面天然推长地混中。各位看，垃圾倾倒的，有一些营建物的垃圾，有一些废弃物的，你能说里面有没有医疗废弃物？重力之下怎么没有？有，但含藏了夹杂的。有鉴于这20-30年，我们都不觉得有伤害。高雄市几百万的人口是吃这条南河堰的，我们不讲那个南化水库，光这一条下去，它大水和南河堰，它吃这边的，我不护这边这小块我做不好。影响是大高雄几百万的生命。喺店面2包天然推嘅路潮村足够多，但根本人做咩都按用，也有一般的基因。所以今年店面西藏2包村开始整嘅纯素堆，这家刺痛来规划，运用嘅来保护土地同水源。从无到有，有又到无，这个是令人很悲伤的事情。但是过程总要有人去弥补去做。所以，我们是成就这样的肩负这种责任，非做不可，而且必须做。政府也鼓励这块，我们要告诉别人说，这边是有地方是有人管的。唔过呢条案例头轻轻的伫个中风吹，有位纯素堆，安尼就有技工中的马正总就加开安心美。伊讲伊唔会知道几代家乡系唔错嘅，咩唔会啲钱参加意思为。韩国一地为下也下有备，不过伊就惊反击会出问题。因为我们这个有机一定要独立水源，那我们也是抽地下水。如果说整个大环境都破坏掉了，然后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地下水源的，它的水质，那这样子势必我这边有机验证也会产生问题。土地就会爱有土地的用嘅。对呀，本年亦都无无复复的天，造成的污染同上灰，也係心情鬼复杂。马有福讲，伊同后生人向下加入河坝纯素堆，来保护土地同水源，就係希望多多嘅來改變，愛留本後生嘅，伊哋友善嘅生存素材。